我领着一份工资，却打着2份工。同事跟我说，这就叫一心二用，开不完的方案，做不完的合同。背锅受气也是我工作的内容。我走进公司，体力就已经被清空，坐在工位，大脑显示无法启动。点了一杯美式，要加冰又加浓，每天都在克制辞职的冲动。上班我半死不活，下班我到点就撤，只要我没用，就没人可以利用我。事儿不急就拖一拖，事儿太多明天再说。对于工作我主打个慢工出细活，加班我能跑就跑，聚餐我排第一个，让老板知道什么叫做便宜没好货。摸鱼我理直气壮，摆烂他有何不可？如果可以做一条咸鱼，其实也挺快乐。我走进公司，体力就已经被清空，坐在工位，大脑显示无法启动。点了一杯美式，要加冰又加浓，每天都在克制辞职的冲动。上班我半死不活，下班我到点就撤，只要我没用，就没人可以利用我。事儿不急就拖一拖，事儿太多明天再说。对于工作我主打个慢工出细活，加班我能跑就跑，聚餐我排第一个，让老板知道什么叫做便宜没好货。摸鱼我理直气壮，摆烂他有何不可？如果可以做一条咸鱼，其实也挺快乐。上班我半死不活，下班我到点就撤，只要我没用，就没人可以利用我。事儿不急就拖一拖，事儿太多明天再说。对于工作我主打个慢工出细活，加班我能跑就跑，聚餐我排第一个，让老板知道什么叫做便宜没好货。摸鱼我理直气壮，摆烂他有何不可？如果可以做一条咸鱼，其实也挺快乐。如果可以做一条咸鱼，其实也挺快乐。